乌多巴停伫顶仔卡，常常互人检举收罚单。进前台南有民意代表提案，讲着爱亲像高雄共款，放令这顶仔卡会当互人停车或者是排单。毋过地方却是有无共款的意见。调频将认为讲袂当停伫咧家己的土地，安尼是不合理的。有民众团体是呼吁讲，着爱确保因的通行安全。或者是建议市政府应该爱先分期、分阶段试办，再过来讨论。 路边的顶仔卡车满，别人停点家己厝内的门口停，有民众反映停伫线内底，煞枪在咧收罚单。台南的顶仔卡议题引起讨论，有不少民意代表最近提案制定顶仔卡管理使用住地条例草案，要比较高雄的做法，放宽顶仔卡停车也是排大营业。民众无奈怨叹讲，若物价无所在通停，真无合理。车停伫家己的土地上、走廊上，也无黑白停。 安尼嘛是甲咱开罚单，无影响到通行的原则，会当互因有因应有的权益。一个土地遐尼侪钱着，民众买土地煞无法度家己使用，家己的财产可能家己的财产，搁爱互政府罚一条罚金，对民众来讲是一个无公平的。实际去永康区行一抓，顶仔卡毋但乌多摆黑白灯，嘛有点加甲路顶条例，地处轮椅使用者敢若会当冒险伫道路行，所以新众团体出面要求草案，爱考虑到因的安全。另外嘛，有学者讲，除了台北市以外，各地头其实拢有共款的情形，因建议会当先设一个示范区，分期进行，而且随时做调整。 煮面的啦，是啥物固定的物件，我莫放人机咯，因为对阮来讲，真正无法度过，而且你也抛一个烧汤过来，有可能会烫着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嘛有可能烫着所有的人，有可能行路的人，有可能骹路较无方便的老大人，你叫伊行机楼关结，我上希望机楼会当平。 安尼大家还当行，不可能一步到定位的话，一定要分期，然后分段，比较实务的做法应该是要这样子。根据住地条例草案，顶仔卡爱保留过路人通行空间1.5公尺，建筑物出入口上无嘛爱保留1.2公尺的空间。交通局表示会搁参相关单位做讨论，目前地方有无共声音，望政府通照各区做评估，打造双赢的局面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